大家好啊，我係住家男啊，好耐冇見。今日我去荃灣三棟屋博物館行下。如果大家都未嚟過，我都建議大家嚟行下，我都覺得值得一行。嚟呢個博物館交通好方便，就喺荃灣地鐵站行過嚟，約莫都係幾分鐘。佢免費入場，開放時間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10點至下午6點，但係記住禮拜二閉館啊！呢度就係博物館嘅入口大門。而家就講下嚟博物館嘅交通啦。喺荃灣港鐵站 C 出口，一出嚟見到綠楊坊，右手邊有條樓梯行落去，一直行約摸5分鐘，咁啊見到三棟屋嗰個入口噶啦，就係我指住嗰個位置。另外三棟屋隔離就係三棟屋花園，可以行埋。帶大家睇下出邊嘅環境先。今日我嚟到都好猛太陽，都有27、28度，但係都覺得好舒服，有啲風。佢對面就有幾個商場，裏邊好多食肆啊，到時可以喺度食嘢。呢度前面就係頭先我講嗰個港鐵站，港鐵站咁樣行過嚟啦，咁啊好近嘅啫。博物館門口種咗好多花草樹木，鍾意花草樹木嘅朋友喺門口睇晒先，跟住先入去博物館行。另外門口有一大片空地，行得攰嘅可以出嚟坐下休息下。另外上邊就係呢度綠楊新村荃灣大型屋苑，裏邊有個商場，到時可以行埋。一入到門口，第一笪地方就係展覽廳同埋播放室，講返佢個歷史。睇完影片講解，一入門口呢，就見到一個好大嘅燈籠，係咪叫做燈籠呢？花燈，好大盞嘅，吊咗喺屋頂，咁啊幾靚幾好睇嘅。喺門兩邊都有兩盞細燈籠仔，咁啊有着燈嘅，望落去非常好睇啊！我最中意佢啲天井，全部都係望到天嘅，採光非常好啊！入到嚟睇到第一笪地方就係叫做祖堂，佢係成個博物館嘅中心點。我覺得呢個位置佢保留得好好，啲嘢都好完整。佢另外有幅地圖講解返成個博物館嘅範圍。我睇完呢幅地圖，所以我就知道呢度叫祖堂啦。咁啊，另外如果唔係好清楚佢歷史呢，唔怕攞電話掃個 QR code 就有聲音導航。你而家喺說明牌上可以睇到三棟屋嘅平面圖。三棟屋係香港典型嘅客家圍屋，我哋可以喺佢嘅空間分佈了解中國文化中長幼有。另外仲有英文、普通話講解，佢每間屋嘅入口都可以掃碼聽佢講解，所以就應該就好清楚啦。佢成個博物館入邊分開有好多間房，每間房都保留有睡房、廚房、廁所、閣樓，仲有每個單位入邊都有一部電視播放緊佢講解返啲歷史啊，以前啲歷史啊，同埋每間房嘅性質啊，係攞嚟住啊，定係攞嚟什麼用途？所以大家參觀嗰陣時呢，就唔怕唔明，因為佢都講解得好清楚，同埋有埋聲音導航。攞部手機呢，掃一掃 QR code 呢就可以啦。呢個就係廁所啦，以前嘅沖涼地方，唔係廁所，係沖涼地方啊！我唔講咁多住啦，
大家用隻眼感受下以前啲歷史。
好啦，睇完個博物館，行返出嚟，右手邊就係三棟屋公園啊，可以順便行埋。我都覺得個公園都幾靚，幾寧靜，幾舒服，又多凳坐，啲樹又多，又遮陰，坐喺度都好舒服。都市人工作繁忙，精神緊張，間唔中喺啲公園坐喺度，我都覺得係一種樂趣。行完博物館都要約莫都要行個零鐘，咁行完之後行呢個公園行返半個鐘，轉頭上埋嗰個綠楊新村荃灣大型屋苑。呢個屋苑喺荃灣都好有歷史啊，好出名。佢另外有個商場，頭先近住荃灣港鐵站嗰個綠楊坊。咁啊，行完呢個公園呢，可以去綠楊坊食埋飯搭地鐵返屋企。咁啊，成日嘅行程應該都幾好啦。呢個水池都幾靚。咁啊，行完喺呢個位置行上去就係綠楊新村。綠楊新村呢，行去綠楊坊地下就係一個地鐵站。呢個屋苑呢，好處個入口呢冇保安員，咁就咩人都可以自由出入。荃灣有好多屋苑啲平台呢，屬於私人嘅，普通人呢就唔俾入去嘅。佢另外都種咗好多啲盆栽啊，啲花，種咗好多花喺度，點綴下個屋苑我都覺得幾靚。成個屋苑約莫有廿幾棟樓。另外佢個商場都好多食肆，有酒樓、餐廳食日本嘢，有米線啊，有超級市場、快餐店，仲有喺1樓定2樓有好多旅行社。咁啊，可以睇睇。如果上去旅行，嗱，行下就到咗佢嘅入口啦。商場入口，佢分開3層，每一層都有啲嘢行下。咁啊，行完呢，自己落返去地下呢，就係呢個港鐵站啦。港鐵站嘅 C 出口。好啦，呢條片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